約翰福音第13章。盼過節前，耶穌在佢離開這世界，將阿爸嘅位去嘅時節到咧，佢一切寫在世間屬佢自家嘅人，佢就寫佢哋到底。耶穌留給學生寫嘅事，魔鬼已經控制加略人西門嘅那嘢猶太嘅心，使佢決心出賣耶穌。耶穌的阿爸已經將一切嘅權柄交本佢，佢哋自家係對上帝嘅未來嘅，愛多轉上帝嘅位去，佢放起來離開草地，脫下外衫，拿一條樹帕圍在腰間，然後倒水落腳盆，開始洗學生嘅腳，又用嘅樹帕出走。佢來到西門彼得嘅面前，彼得對佢講：主啊，你愛洗我嘅腳係麼？耶穌應講：我所做嘅，你立下無了解，將來你就會明白。彼得講：我絕對唔本你洗我嘅腳。耶穌講：假使我無洗你嘅腳，你老我就無乜嘅關係。西門彼得講：主啊，唔但將洗我嘅腳，連手老頭那也愛洗。耶穌講：神洗好嘅人，全身就強力，洗腳就拉。你都係強力嘅，總係唔係大家人強力。耶穌已經啲萬人愛出賣佢，所以佢講唔係大家人強力。耶穌洗好佢哋嘅腳，就將外衫作起來，坐到轉去。佢問嘅學生講：條下我為你哋所做嘅，你哋了解麼？你哋喊我做先生、做主、親戚，我本來就係，我係你哋嘅主，你哋嘅先生，喊洗你哋嘅腳，你哋也應當彼此洗腳。我做你哋嘅榜樣，係愛你哋照我所做嘅去行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奴僕無比主人卡大，輸派嘅人也無比派己嘅人卡大。你哋知呢個道理，那係去實行就親有福氣。我呢個話唔係指你哋全體講嘅，我認識我所見證嘅人，仲係聖經所講，佢同我共下食飯嘅人，撒用腳踢我。呢句話必定會實現。我在事情還未發生以前，就老你哋講，係愛本你哋在事情發生嘅時，信我就係嘅自由榮耀嘅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接替我所派嘅，就係接替我；接替我嘅，就係接替嘅差我來嘅。耶穌講了呢個話，心中非常痛苦，就宣布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當中有一個人愛出賣我。學生彼此相看，唔知佢係指乜人講嘅。有一個耶穌所寫嘅學生，隻身靠在耶穌嘅懷中。西門彼得暗示佢講：問佢看，佢係講乜人？嘅學生就探身問耶穌講：主啊，係乜人？耶穌應講：我問一啲病本乜人，佢就係。講了，佢就問一啲病嘅，那本加略人西門嘅那嘢猶太一接過病嘅，魔鬼就入佢嘅心。耶穌對佢講：你愛做嘅，趕緊去做。在座嘅人冇人對耶穌做乜嘅對佢講呢個話，因為猶太係趕錢嘅。有啲學生向耶穌係吩咐佢去買過節用嘅東西，也係喊佢帶到東西去本窮苦人。猶太食嗰啲餅嘅後，即時就出去，嗰時係暗晡頭。猶太出去以後，耶穌講：呢下人子已經得到榮耀了，上帝嘅榮耀也顯明在人子嘅身上。既然上帝嘅榮耀通過人子來顯明，佢也愛親自榮光人子，即時就愛榮光佢。細子啊，我同你哋向下嘅時間無結局咧，你哋會潛捱，仲係捱老你哋講，就像捱老猶太人嘅梁秋講過嘅，捱愛去嘅蔬菜，你哋做唔得去。捱本你哋一條新命令，你哋愛彼此相惜。捱樣板錫你哋，
你哋也愛樣板彼此相惜，那係你哋彼此相惜，世界人就會認出你哋係我嘅學生。西門彼得問耶穌講：主啊，你愛去哪位？耶穌講：我所愛去嘅所在，你掠下做唔得聽我去，總係卡慢到嘅，你就會聽我去。彼得講：主啊，做乜嘅掠下我做唔得聽你去呢？我恨為你拼命到死。耶穌講：你恨為我拼命到死嗎？我實在老你講，幾日太以前，你會300唔認我。